新疆的乐器吗？今天哈尼带你们去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乐器。我今天呢到了我一个哥哥的店，他的店里面呢就是专门卖新疆维吾尔族乐器。我们今天去看一下吧，走。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店，我们进去看一下，他们在不在店？我现在站的是这个哥哥的店，我现在后面的这些都是维吾尔族的民族乐器。我现在给你们一个个的介绍一下我大概知道的。这是萨塔尔，然后它有13个弦，然后用二胡一样拉的。然后这是独塔尔，它有2个线，虽然都长得有点像，但是除了它们的线之外，然后它们的音乐是不一样的。你们现在会想，这个每一个乐器感觉就是都像的，大概都一样，但是呢，但它们的就是名字，还有就是它们的线数都不一样的。就看到这是独塔尔2条线的，然后它就像我们的大肚子一样。它是拿那个桑树的木头做的，然后拿的就是最里面的那个最干净的那一层，最表面的这一层是特别的平。大家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乐器，刚刚那个2个乐器跟不一样，这叫坦布尔，然后它有5条弦，然后它的弹出来的节奏音乐感都是不一样的。我现在让哥哥弹一下这个啊。Mancı. Ama so schmeckt. Ui, aber so schmeckt. Bakın şey kokuşmuyor. Sımancı adam size. 不知道乐器的那种声感。刚刚哥哥呢给我教这个弹拨的时候，我感觉确实很难。他刚刚给我说弹一个就是弹一个曲，需要就是不停的转换每一个不一样的边边，然后不停的按，然后不停的弹。这个时候就是感觉真的好难，我快晕了。一个壶，水壶，然后它也是用木来做的，然后这上面的全是雕出来的，每一个花，然后每一个这些圆圆圈圈的这些东西，感觉就是挺好看的。这个就是放一些干锅，放到桌子上面也是特别美。然后这是这个大，这是小的，这不是拿弹，它的房子里面就显得特别的好看。然后这个大的话，你们会看到这个上面，这上面的大的话，它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弹。今天呢，我也是第一次了解我们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乐器，大概了解了很多。喜欢哈尼，你们可以点点关注我，我是哈尼，带你了解不一样的新疆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